乡亲时代厝边头尾亲，大家平安顺心，日日好。我是身困故意爱本土的嘉诚。我是生水好喙水，上欢喜学台语的阿喵。喵喵喵，看到你想起咱台语的美妙。是，听北来有果的嘉诚讲出新家热情的才情。感谢阿喵亲自来学乐，让我有机会说出台北文化的至宝。有影好，才甲大声来推荐你的口才好。阿喵，你敢知影咱新家做工长时行？若毋知是安解，我当然嘛知，大时行阁有好风评。人讲老人无讲古，少年就毋知宝。敢是文化传承的一本谱。bingo，阿喵讲了真好，咱有组织在地文化，需要延续来细看。忘不了，先民留落来的经验智慧，生活艺术更加爱行行溜。每当好好保存，尤其是咱这代的少年囡仔爱来了解理解。哦，安尼嘉诚，咱就来绍介咱学校的宋钢灯，互大家来熟悉。阿喵，你敢知影为虾米早期长远要做电头？这哦，讲互你捌，毋免互你目头拍干。啊，你咧，啥物时阵你也来拍 pose 破？是唔通卖破假破，放屎定扣扣？啥物放屎定扣扣？我甲你互人选下紧后扣咧，变素食点心无卫生。歹势，心意甲你公司咧来买货，你着莫想遐济。佳仔，你有身困来过花，若无我会去你看无望家。哼，我要甲你做伙者。来，正经话题来讲起，互咱听歌听着心欢喜。迄是百灵爱，伊就将宋江艺人精华就用意义来讲起。大家听来。
台湾岛屿四边海，长寿海产新歌卖，正片送来一摆过一摆，百岁家家门内老目屎，为保家园顾某囝，新日民风人物抗海产。海产、恶治、糟蹋、扰乱，真正害。所以民间组阵各团，发挥爱护乡土、守望上座的精神，这正感正确，果真好。创干店也是结合武术、武道、宗教等历史的武术性也的镜头，更加是迄当时的人求生存、保护乡土的大爱精神。由此了解先民以所开垦的拍拼，真正是长山过台湾，心肝结归元。是啦，创干店的阵容有偌其他，咱会使看起来说分明。首先带阵9个宫庙宝地，队伍排齐拜主神，恭敬一礼。哦，这就是咱老师史上甲咱看甲讲的知分寸、捌礼数。刷落来偌苦丁，也像头期相宝开真后门，喊声法令夜期带领全阵顺势进来，相宝向内喊苦，中将官发布小报整治，并且也摒弃喊话，带动其他声势，因着庄内世纪门庄。创干店的喊苦，若是拄着歹物仔，因着陪甲无看影，保障进来阖家平安。假使有影是鸟马树，真厚，真正有够厚，工业一刀好。再次感谢汉口军队线，阁有拍拳头、摆阵头的表演。这我知，要听阿公来讲起，创干店表演有个人的单套，2个人的讲对。无毋对，其中的兵器我来说分明。伫最后段落底，通当中在黑旋风李逵，随着好啊西4两记，开始买了无得比，出题小宝互头皮。无管伊的事迹是传奇，阁有真济的兵器，请你加成简单来说明。咱就以咱学校的兵器来讲起，除了头皮相宝，阁有扫刀、管刀、香杆、白啊、拔啊、短刀、扣啊、锤啊。锤啊，对人讲铁塔，棍仔嘛讲锤啊顶顶。这兵器是看人数来分配。哦，真正是5花的特色，原来练武强身，兵器也是爱注重。阿苗，你敢知影？创干店有兵器，因的特色，阁有啥物咧？你看了无点哦？假是根据我的了解，创干店表演除了个人、双人表演性的演出，阁有真济会当武侠定模、消灾解厄、增加法力的定哦。好，对你真正细致，请阿苗讲样来迄项，你讲了正确，阁有内涵。哼，到大你才知，我是有内涵的女护士，所以我毋才知影。好风环舞，祈求风调雨顺是这青灯。青道行也叫做龙门阵，是庙会开龙门，因先叫拜神明所拜的灯。宋江定势当中，就将伊八卦阵，难度上悬也是上歹牌。不过，传说这个八卦阵的法力是所有定势当中上介强的，阁有金蛇出动的乌瓦阵。芳出手，也要搁讲落去是乐乐长，向见当互众人的兄弟。那安尼，最后互我来收束。创教防晒主神是天都元帅，有人凡世嘛无了解，顶头若是表演圆满毋要离开，军长官听正以礼相持，这就是创干店的失败，这也是咱礼仪之邦上水的气概。假是其实若要认真详细来了解咱文化的趣味，是真正第一时间无法度来讲完。英语要讲是讲袂完，毋过大小团才袂来失团。是啦，若要本土的文化继续传，爱靠咱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最后感谢听官你的捧场，用心来教阮听。有听的好名声，无听的也免着惊，互阮双人祝恁大家福气财气满大厅。嘉诚阿喵，期待阁为大家服务的机会，再会。